中國好多城市都有文創區，但係喺文創區住翻晚嘅確實寥寥可數啊！尼勒東風韻住翻晚。好啦，先去遊客中心，然後先至入去入邊嘅，聽日有擺渡車可以坐。訂完信息給我。哦，你好。登記過沒有？我登記過啦。好，呢個位置就登記咗，然後咧就行上嚟呢度，應該係要坐個擺渡車先可以抵達嘅。好，你先問。好，可以，謝謝你。簽過。好，可以，謝謝。東風韻文創區距離市中心大概20分鐘車程左右，而呢邊要去到車站呢，都係只不過15分鐘左右嘅啫。當然你有兩個選擇嘅，第一個好似我咁，直接 book 住宿喺入邊住，咁就會免咗個門票噶啦。先睇下間房先。好啦，今次揀嘅呢就係啲4人房。其實我自己訂係2人房嘅，因為今日呢就冇乜人入住，所以佢就俾咗間4人房我，即係話4個人張床都係屬於我一個人嘅。咁啊，價錢幾多呢？只需要人民幣大概150蚊就可以住1晚啦，仲有自己嘅獨立浴室，真係抵到爛啦！再加上頭先講啦，佢包咗入場券啊嘛，嘥氣入場券已經係一個人80人民幣噶啦。出邊景色唔錯，攞咗啲日常用品之後，就要周圍去行一行、逛一逛先。太正啊！呢邊竟然有七仔，咁隔離有一間萬咖啡，咁我飲杯咖啡先啦。好晒啊出邊！園區內下晝有營業嘅咖啡店有成3-4間嘅，所以唔擔心揾唔到咖啡，而且其實品質都相當唔錯㗎。雖然好曬，但係因為曬，所以佢嘅景色相當靚啊！冇錯啦，一見到呢一個呢，就係屬於紅磚砌成嘅建築物藝術館，咁呢個叫做萬花筒藝術館。你遠睇呢，有啲似酒瓶啦，或者係火苗啊嘅感覺嘅。咁呢一個亦都係最多人入嚟參觀兼且打卡影相嘅。有少少可惜呢，就係成個區域係唔能夠用 drone 飛行，所以冇辦法啦。而裏邊呢，就有一個農耕嘅博物館，裏邊呢，就有講翻啦，之前成個區域係以農耕生活為主嘅一啲小故事啦，或者係啲歷史啦等等嘅，裏邊相當涼爽嘅。雖然出邊係有熱少少啦，我去嘅時候呢，大概係5月份度啦，所以個天氣上都仲係涼嘅。咁啊喺下晝嘅時間最曬嘅時候呢，都只不過係25、26度左右，去到晚上就非常涼爽噶啦。住喺區內最好嘅地方呢，就係當你覺得好熱嘅時候，就可以立即買啲嘢返自己嘅住宿歇一歇，因為休息是為了行更長遠的路。確實周圍每一個地方呢，都係好好影相、好好打卡嘅。匿返喺住宿嗰度飲啲嘢食啲嘢先，好熱啊！行到攰唔緊要，有 shutter 啊嘛，係啦，喺個園區裏邊咧，你可以自由咁喺唔同嘅站停停走走嘅，就好似其中有一站好多人喜歡喺下晝同埋朝早嘅時間去嘅，就係呢一片大嘅薰衣草園啦。我覺得咧，如果呢一邊薰衣草園咧可以飛 drone 啊，真係冇得輸嘅。不過為咗遵守佢哋嘅規則，唯有係自己行落去，再同啲薰衣草影下合照啦。確實可以近距離嘅，不過就要小心自己嘅腳下唔好踩死啲薰衣草啊！行到攰，又係時候坐 shuttle 去唔同嘅區域，再睇下啲景色。因為去到大概傍晚時間，你會見到更加多人行出嚟去影相嘅，因為開始涼爽啦嘛。再加上呢個 magic moment 呢，確實係影相嗰個角度上係最靚嘅。好啦，咁當然呢個景區有優點，梗係有啲缺點噶啦。住喺景區嘅麻煩呢，就係好多餐館呢6點鐘就閂門噶啦，佢真係所剩無幾嘅咋，可以選擇。咁而家呢個時間咧，嗱嗱聲個七仔買啲嘢先，因為七仔都係6點半就閂噶啦。好的，需要袋子嗎？好吧，一個袋子。住喺呢邊係舒服嘅，咁但係奈何呢邊咧6點零鐘就已經人煙稀少，啲店都已經係閂得就閂，停止營業。所以都係好嘅，因為冇咁多人啊嘛。咁但係佢呢個七仔咧，我就買咗啲嘢做宵夜，以防萬一。而家係打包啲嘢食先，仲有呢份啦，辣子雞同埋炸豆腐。
我要外带的。那我要一份那个辣子鸡。我待会我再过来拿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一走。好，謝謝你，謝謝。喺園區買咗個辣子雞配飯，再飲啲飲品。Yes！ 食飽飽，其實呢個時間7點零鐘啦，見到完全冇晒人噶啦，只有住喺呢個園區嘅人喺度散步下嘅啫。點解會行出嚟呢？其實8點鐘呢，理應呢一個湖呢就會有一個水上表演嘅，但係唔知點解，可能人太少嘅關係啦，所以今日嘅表演係取消嘅。不過唔緊要，因為8點零鐘嘅時候天其實仲光光地嘅，但係燈光已經開咗啦，所以個感覺上同朝早嘅時間有些少嘅唔一樣。喺呢邊都可以打下卡、散下步，因為晚上嘅時間呢，其實呢邊係非常涼爽嘅。的而且確咧，而家呢個時間8點零鐘係最靚嘅時間，因為佢開咗燈啊。然之後對面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貴嘅一個酒店啦。東風韻園區其實都相當大嘅，如果真正要行晒嘅話，確實好考腳骨力。不過因為我都住喺呢個萬花筒嘅附近，所以我嚟嚟去去都係喺萬花筒嘅呢一帶啦，或者係薰衣草嘅嗰一帶去行嘅啫。而晚上嘅時間當然冇理由睇花嘅，唯有睇呢個開咗燈嘅萬花筒藝術館，真係好靚。不過係時候休息啦。朝早時間天清氣朗，尤其是啦落完雨啦，尋晚所以咧係有啲打霧水嘅感覺。再加上呢個園區未開放之前咧，係最寧靜嘅呢一片嘅清晨就係屬於我自己嘅啦。可以周圍行一行散步，兼且可以影下啲好做作嘅影片啦，或者係照片，完全係冇人頭可以又遮擋到你任何嘅風景嘅。所以住喺園區嘅第二大嘅優點就係任你影嘅，任影唔嬲。2日1夜東風韻住返晚，我覺得係值得嘅。好，買個早餐撇。七仔簡簡單單食個早餐，唔錯啦，七仔。